咱再来关心到北一女中的教师吴桂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批评咱的总统赖清德将中国定义做境外敌对势力。即马这款言论是去互人检举，伊是无责任的教师。陆委会主委曲水正今仔日批评吴桂芝伊咧配合中国对台湾武统战。教育部长陈英尧也表示讲，教育人员应该得爱来保持中立。因为台北市长蒋万安是强调尊重，会保护言论自由。北一女老师吴桂芝接受中国央视的采访，批评总统赖清德甲中国定义做境外敌对势力，互民众检举无责任，互校方甲约谈。陆委会副主委廖文杰点名台北市教育局甲校方应该爱评断伊敢是适合教册。陆委会主委曲水正3月28批评吴桂芝是乌白讲，配合中国对台统战。党媒都很期待你讲的这个话跟采访的内容是他们想要的立场、论调以及声音，向来如此哈。受到中共政权的各种极限施压、步步进逼，这不是事实吗？曲水正强调，教育部、陆委会等等的单位拢接到真侪检举，讲吴桂芝无责任。也若吴桂芝敢有违反教育中立，是尊重教育机关的查处。教育部长陈英尧表示，已经要求台北市教育局来调查。希望我们所有的教育人员能够谨守教育中立、行政中立，真正培养好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学生。陆委会批评吴桂芝的言论是引起真大的讨论。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会保卫言论自由，中央甲地方无共调。欧老师并没有违反教育中立，那我们的立场就是尊重老师教学的专业自主权，同时也坚定地捍卫言论自由。说真的，以前国民党执政的白色恐怖是我们不乐见的一段历史，那难道我们今天就要看着绿色恐怖上演吗？吴桂芝3月28接受平面媒体的采访，批评国家机器一直在烧逼，凭什么提走伊的工作权？陈英尧表示，吴桂芝若总有违反规定，有相关的法令依法停改，地方教育局应该依法行政，会先尊重台北市教育局的调查。公司新闻综合报道。